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花旗財富投資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啦。我係陳樂瑤，今日係2026年2月11號。人工智能模型嘅革新對軟件行業帶嚟巨大嘅變化，導致部分軟件公司嘅股價下跌、估值收縮。但係部分積極投資喺 AI 嘅企業可能繼續跑出。軟件股近期表現雖然比較波動，但係對部分優質同埋具盈利前景嘅軟件股而言，或者為長期投資者提供趁低吸納嘅機會。自舊年10月以嚟，美國軟件股嘅估值較過去5年均值收縮28%，收縮嘅幅度超過2個標準差。對於捕捉短期增長嘅投資者，可以考慮受惠 AI 資本支出主題嘅行業，例如自然資源股。另外，美國製造業出現回暖嘅跡象 ，ISM 製造業指數嘅新訂單升到去4年嘅高位。庫存補充同埋科技創新，尤其係嚟自半導體領域嘅進步，係驅動美國製造業活動嘅主要因素。而韓國同埋台灣對美國嘅出口喺1月份分別按年升27.5%同埋大概1.5倍，助證科技相關行業帶動美國製造業復甦。總體而言，上述趨勢反映美國經濟正處於溫和過熱嘅階段。標普500指數嘅成分股企業盈利增長強勁，平均按年增長達13.6%，領先環球其他主要嘅市場。以上符合我哋建基於企業盈利嘅宏觀投資框架。喺投資策略方面，我哋繼續建議持有美國嘅大型股，同時受惠 AI 資本支出主題，例如 AI 基礎建設支出週期以及供應鏈上游嘅環球自然資源同埋能源股，或者為投資組合補充核心增長嘅敞口，以及提供多元化核心配置嘅機會。今集嘅金融市場短評時間又嚟到呢度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